要来关心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，下早陪郭家军立法院候选人李进英来到新北市选委会来抽签，这回来看现场上新的画面。我想是这样子哦，土城三峡，我最近一直在讲说，为什么叫土山新高科技园区？因为在这个内湖到竹科之间，跟机场之间，这3个点，所以我们的这个机场是作为外销的产品、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港。那么这个内湖是软体的园区，那么这个新竹科学园区是这个整个将来高科技的园区。那在这之间呢，中心点就在土城三峡，因为北二高就是类似这个Silicon Valley 的280高速公路，我上个礼拜才在那里，所以说280高速公路两边就是 Santa Clara 这一边，所以土城三峡加上土城这个看守所也要搬掉，所以土城三峡有很多的发展的空间，离台北又近，到台北不管北二高也好，这个捷运系统也好，都半个钟头的时间到信义区。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将来的发展，过去是新北的边缘地带。如果你把这个台湾的北部的科技走廊串联起来，再加上这个桃园航空城，土城三峡绝对是一个核心中的核心，重点中的重点。所以我们希望呢，有新进的立委，懂科技的立委，懂这些未来的这个立委，能够进立法院替土城三峡的过去的立委，它是不一样的。未来将来的这个将来的科技立法，将来推动一些科技政策，我想能够让土城三峡有一个代言人出来，那对台湾的这个，尤其土城三峡跟新北的这个开发尤其土城三峡地区的开发，我觉得会造成一个新的一个局面。泛蓝阵营好像有意拱你为新共主啊？泛蓝阵营就是拱你为没有啦，他们都这个你没看，他们说我今天才看到很多，我也其实没有想，昨天你们问说什么2年才可以啦，也不能选这些东西，一直规定出去。你也晓得，我也没有那么想要当官。不过请大家可以回去把我4月17号在国民党，我第一次进国民党中央党部，我讲的话你调出来看一看。现在事实上都证明我当时讲的话都是对的。我4月17号讲的话，在中央党部讲的话那一段话，跟现在你来看一看，我想你们可以去看看我讲过的话，证明国民党一定要重生，一定要重新改造。这是我在4月17号，那个4月17号大家怎么会想说有这个问题？我4月17号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讲话，把吴敦义都吓得都跑掉了。对，因为他们不敢面对现实。一个100岁的政党，他要改变，真的是谈何容易？所以我想，我也不急，我也不求我也不会说一定想要做官。我出来做就是替国民党，替所有台湾的老百姓。所以我讲的是，我说国家的利益要大于党的利益，那人民的利益又在国家利益之上。所以我一切以人民为主，以国家为主然后再来才有党国，叫党国应该国党的利益。那我的看法是这样。那至于现在他们用这个党员的这个选票啦这些东西，我觉得这个选出来的东西，我想党主席是不是真的能够大破大立，把国民党带到未来的另外一个100年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值得思考的问题。我成功不必在我也没有一定要强求。不然我现在很多人就开始在反对我了。我说我今天突然你们昨天问一个问题，我说1月11号再说，就变成昨天一直在讨论的问题。我没有想那么多，我想现在先把这个一些富国利民的政策，0到6岁国家养，100亿的身障基金，我都一直在推动，再加上大健康产业再加上将来台湾的科技 AI 岛，我们都陆续的在做这些事情。